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7，诗篇141篇8节安尼讲：主耶和华，我的目睭你，我倚靠你，求你毋通放杀我的身魂，无依我。三甲来祈祷，无放杀阮的身魂，无依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掌管世上万有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世间人的天父，主啊！你至悬至大，至真至善，至圣至尊，天顶地下无生命通甲你相比，因为只有你是独一真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伫这个不安惊吓的世代，阮恳求你，使阮坚强的气力，甲对你来的信心，互阮伫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甲挑战的时，通顺着愿望来向前跑走。主啊！阮的目睭你，阮倚靠你，求你毋通放杀阮的身魂，无依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